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5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民主党参选人拜登已经摕到264票，只差6票就当通过当选的标准。彭世宽因为原住民议题去和立委郑天才破加比，也表示讲无想要甲蒋中正的当上刷走。台南后壁有轿车卡伫滨高道去互自强号弄着，好佳在是无人受伤。讲到美国总统大选的选票统计，初时又搁出现变动啊！伫咧威斯康星州甲密西根州拢总有26张选举人票，确定由民主党的拜登提起。目前是拜登较赢面。根据着外国媒体 Fox News 公布的选举人票，民主党的参选人拜登已经摕到264张，只差6张就当通过当选的标准。伫咧威斯康星州的票数开出了后，拜登也随发表演说，表示家己有信心摕到270张的选举人票，成做一位全面的总统。另外一方面，川美竞选团队伫密西根、佐治亚甲宾州这3个所在提起选举诉讼，想要主动开票作业。2016年大选去互川普的红条拼过的篮球，威斯康星甲密西根这2个棒，初时确定去互拜登补起来呀，重新选择民主党。今年这场大选总计有超过1亿6千万的选民来参加，投票率是达到66.9%，创美国有史以来的上悬纪录。拜登所得到的普选票已经超过7000万，嘛超过2008年奥巴马所创下的纪录，成做美国史上摕到上侪普选票的总统候选人。And now, after a long night of counting, it's clear that we're winning enough states to reach 270 electoral votes needed to win the presidency. I'm not here to declare that we've won, but I am here to report that when the count is finished, we believe we will be the winners. 大选投票过2天了后，还阁分别出输赢的村北卡罗来纳、乔治亚、亚利桑那、内华达5个州，其中内华达甲亚利桑那，拜登的得票率是领先。若是摕到这2州，拜登得当掌握进一逼宫的270张选举人票，就算宾州、北卡、乔治亚。落尾开出来拢是选后川普，川普也是以输5票来落选。各方讲出口民调显示，掌握20张选举人票的宾州，70%的投票批拢是投予拜登。With all the votes counted, we have won Wisconsin by 20,000 votes, virtually the same margin that President Trump won that state 4 years ago. In Michigan, we lead by over 35,000 votes, and it's growing.A substantially bigger margin than President Trump won Michigan in 2016. Michigan will complete its vote soon, maybe as early as today. And I feel very good about Pennsylvania. 看到票数的差距，搁去互诱大，川普镇压甲选战所威胁的共款，是派出律师团要来司法战。川普伫咧威斯康星州以违反规则做理由，要求重新计票，搁伫咧密西根、乔治亚甲宾州3个所在向法院提起选举诉讼，想要阻止计票工作继续进行。You think we're stupid? You think we're fools? You know something? The Democrats do think you're stupid, and they do think you're fools, and that's why you get called deplorable and chumps. So, we're going to stick with this. We're going to win this election. We've actually won it.Just a matter of counting the votes fairly. 毋过5个州的州政府依法继续开票，一直到所有选票拢去计算了。川普目前所得到的普选票达到6720万张，甲4年前比是增加400万张。金足分析川普的票源，黑人的选民数量甲4年前是增加12%，36%的拉丁的男性选民。这届嘛，甲票投予伊，4年前是28%。这2大族群一向拢是民主党的主力投票部队，毋过这届却拢选予川普阵营，就连白人的妇女票数嘛增加3%。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总统大选到今还未有结果，甚至还有开票争议。双方的支持者开始上街头抗议，挺川的人认为讲要停止开票，反对的人认为讲票要继续开落去，意见未下局面，可能会出现愈来愈离经的行为。
启动甲无少数美国国旗十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反川普民众上街路示威，高喊反种族主义的口号，要求全美国爱算所有选票。美国总统大选车衫完成投票，到即马几个关键摇摆州因为用起投票这问题，延迟开票定数，结果迟迟无出来。两党支持者心亲像有点咧争，甚至出现骚乱。密西根州的票数原本是川普领先，煞伫尾盘时阵被拜登超车，最后成功接16张选举进票。不满川普支持者成为创制底特律的算票中心，响应川普要求，爱选务人员马上停止算票。伊利诺州大城芝加哥真侪反川普民众上街路举标语，爱川普赶紧承认家己败选，马上为白宫出去。亚利桑那州红红城开票作业继续进行，川普支持者提国旗喊“阮爱川普，无放弃最后希望”。纽约市有数千人伫第5大道游行，反对川普提起诉讼，要求3州停止算票。不过现场却发生小规模骚乱，警方掠数十人。华盛顿州西雅图也出现同款诉求的示威，军用化乌人命也是命，算每一张选票，保护每一位人民这口号。关键摇摆州威斯康辛，川普为原本一路领先，最后被拜登以2万外票小可差距拍败，让川普决定提起诉讼，要求威斯康辛州重新算票。I am very excited because people turned out. In Wisconsin, we had record high numbers. We had really high numbers of absentee votes. We wanted to really create a net, no matter what the results, to be able to be here for us and to know that no matter what, all of these faith practices, we are one. And that's New York City, and that should be America. 新冠疫情、种族冲突、甲大选对立，让美国社会充满惊吓甲分裂。纽约市耶德逊纪念教堂外口，真侪无共款信仰的教徒斗阵祈祷唱歌，盼望美国能够团结。记者综合报道。人伫咧选总统，台湾人也对伫咧紧张，这也代表讲美国总统大选也关系到美中台关系。总统蔡英文伫 Facebook 顶头发表3点声明，爱民众莫烦恼，也强调政府会加强关注台海局势，也会确保高会市稳定。另外也讲到美国的主流民意是支持台湾的，未来也会继续深化台美关系。美国大选开票的结果还未出来，嘛去影响到国际情势。总统蔡英文初五伫人民册发出3点声明，要稳定民心，强调讲这段期间政府会密切注意台海局势，嘛会积极确保高会市稳定交易，维持国内政经环境稳定。政府有信心支持台湾已经加做美国主流民意甲下党派共识，嘛会继续深化台美关系。台湾其实得到美国跨党派的支持哦。这显示台美之间有分享了同样的价值，也有共同目标。那么现在支持台湾、支持民主，其实就是美国的主流民意。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不会改变。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呢，台美在不管是谁当选，我想我们台美的经贸合作的伙伴关系都不会改变。不过选举结果敢是去影响到台美的经贸关系。高发会表示，台美经贸谈判的关系是真密，美中贸易对抗的趋势嘛袂改变。未来台美经贸合作会更加斗密。最近微软加价投资就是一个，若是针对美国的选举结果，可能会进入法律战。外交部回应讲，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计票会顺利完成。因为我们台湾的民主历程本身，我们也是向美国学习了很多，我们也深信美国总统的大选的整个计票的过程会很顺利的来完成。外交部强调讲，政府甲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人士拢有保持密切的联络，甲真好的互动。驻美代表萧美琪嘛伫人民册发文信心发声，爱大家毋免烦恼选举的结果。两党内底拢有真侪支持台湾，而且肯定台湾的朋友，无论是谁选赢，台美之间拢会徛伫咧共同的利益甲价值，继续深化关系。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美国总统大选，咱国内民众是安怎看的？美利岛电子报下董事长吴子嘉表示，若阵民主党的拜登摕到这回胜利，这结果是对台湾真不利的。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讲，只要台湾无独立，啥人来做美国总统，对台政策拢是差不多的。美国总统大选开票持续在进行，迄若大选的结果，安怎会牵连到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祖嘉伫一场座谈会讲，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会选调，嘛预估这个结果会对台湾造成真大的冲击甲影响。目前来讲的话，对我们的政府是出现一个比较不利的情况，因为拜登当选。目前来讲的话，民共之间没有基础，而且民进党目前采取一个被动消极的态度，所以我很悲观的预测，蔡英文政府在未来的3年之内可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突破。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廖达基指出，若是川普当选，对台湾短期来看是较有利。即马虽然有卖军事设备予台湾，不过长期来看，无一定会依附台湾的利益。若是拜登当选，长期来看是对台湾较有利。因为拜登一定会打一个所谓的多边，他会把整个他的这个就过去美国退出的包括 WHO， 他会重新加入国际组织。加入国际组织，传统上民主党其实跟中国大陆友好的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拜登会那个成功，他们对拜登呀很有自信，他比较温和，还有很多经验。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退休的教授报告义，今年90岁。虽然透过网络预测拜登的赢面较大，不过伊嘛强调讲，无看到上尾恐惊拢有变数。也那另外一个专心研究国际关系哈佛大学教授是表示，无论是川普或者是拜登当选，对台湾的政策其实拢差不多。De facto, no form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y Taiwan, but no use of force,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should be handled by negotiations or discussions by the two sid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at's been the American position.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牵连到台海的局势，然后台湾的各界大家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相骂无好喙，相拍是无好手。退辅会主委房世宽今仔日去互立委破加比，原因是甲立委郑天才针对着原住民议题讨论所发生口角，郑天才随甲伊加比破过去，双人也险险起加动手。另外，促转会也讲到退辅会所管的单位有66个违反上阵，目前只有处理一个。房世宽表示讲，伊个人无赞成甲蒋中正的当上刷走。是我在捍卫，我必讲了，太过分了，欺负原住民。国民党立委郑天才甲退辅会主委房世宽，原本敢若是一句来一句去尔，不过刷落来郑天才这个动作，两个人差一点伫地法院起骹动手。现场的人员赶紧去甲因阻挡，会议因为安尼冻点。房世宽初五伫立法院接受质询，郑天才讲到有原住民背景的厂商，甲退辅会财务争议的案件，法院判决落来，退辅会煞唔还钱。针对这点，房世宽反击讲，厂商欠退辅会800万，两个人是正来正去，就要起冲突。委员讲的不见得你是上帝，所以我讲的这么重的话，我们应该尽量的要寻求这个合法的、依法的程序来办理。其他委员告诉我说你的手有受伤，我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样发生的。郑天才批评退辅会欺负原住民，房世宽是无法度接受。佮讲军人出身的是袂当互退辅会受到侮辱。也那行政院嘛批评国民党的立委问政的方式有走拙。另外，促转会积极推动气度违反上灯，共有3个部会进度伤过慢，包括国防部260个违反上灯拢无处理，执行率是0。也那教育部有155个，敢若处理5个。退辅会有66个所在，目前敢若处理1个。针对这点，房世宽目眶红红，讲话讲到后甜，讲无赞成移都蒋中正的当上。去看看美军为什么用仁川登陆，那边有一个麦卡塞公园，旁边也没有警察，但他们已经养成习惯了。我看着这一家人在那里鞠躬，后一家人在那里而且这打乱骂，骂完的时候对不起，你要把它擦干净。我不知道韩国人会讲台语。若是政府强制执行移都蒋中正的当上，房世宽讲会强烈抗争，反对到底。也若促转会回应讲，亲像武陵农场、清境农场已经是真有名的观光景点，用英民的情感保留当上，这个理由伤过勉强。那至于荣家的部分，就是说主委对于农民情感这个说法，我们是予以尊重。那本来我们也就提出要采取多元处置，例如他讲的附上说明牌。房世宽强调讲，退辅会甲国防部立场同款，绝对袂当凊彩迫害当上。民进党立委是提醒房世宽，促转会是按法律来处理，两个法定单位看法无同款，恐惊会出问题。针对这点，促转会表示会继续甲退辅会来协调，希望会当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继续关心咱的天气。轻度风台闪电慢慢近倚台湾，气象局伫早起8点半发布海上警报。风台目前的暴风圈是慢慢变大，而且方向会往北边来，可能伫暗时就会发布陆上警报。明仔载是风台上该近倚台湾的时阵，而且屏东、台东地区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海洋是一波接一波，绿岛地区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东往回绿岛的客轮、货轮全部停驶。当地居民烦恼讲，所落来几啊天物资拢无法度运补，就紧趁落雨进前，赶紧去街路的连锁超商来抢食物、甲世上的生活用品。连续4天没有开船，对绿岛目前这个民生的问题，物资还不至于造成任何的影响。祈求能够尽快的天候转好，尽快的恢复开船。今年第20号风台闪电一波一波挖进台湾，气象局已经伫咧早起8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根据气象局的观测，目前闪电的中心位置伫咧鹅銮片东南东方43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点钟20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巴士海峡来挖进，会威胁到台湾东南部海面甲台湾海峡南部。目前的对流云系是有稍微减弱的，但是它的底层环流仍然还是可以维持哦。所以目前综合研判之下，这个台风的强度还是维持的。不过我们预计这个台风未来增强的幅度是有限的。气象局表示，闪电的暴风圈继续扩大，路线继续偏北边，会伫咧暗时8点半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强度差不多会维持伫咧轻台以上。估计初6几天是风台上挖进台湾的时间，若是头一波的警戒地区，包括屏东县甲台东县。主要的这个影响的降雨的范围，应该还是会落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这个地方哦。那雨势可能会是比较明显。那到明天这段时间，有可能有些地方就会出现这种局部到大雨或豪雨的这个等级。天气风险公司表示，虽望拜六闪电风台会渐渐离开台湾，毋过受到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北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可能有较大的雨势，气温嘛小可降低，民众就爱穿雨小。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是一位伫捷克的台湾留学生。另外，讲到公费的流感疫苗已经注差不多到8成，不过6岁以下囡仔犹原有46万人也未注到。指挥中心也强调讲，会用派专人去幼稚园，或者是增加疫苗到诊所的方式来提升囡仔注疫苗的数量。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个案是台湾籍25岁的女性，今年9月份去捷克读册。伊本身就有过敏性鼻炎的病史，10月初10伫咧捷克捌出现发烧、鼻无芳臭的情形，不过并无伫咧当地互医生看。10天了后症状有改善。这个个案11月初2为荷兰坐飞轮机经过曼谷返来台湾，入境的时阵无通报，不过过当天居家检疫的时阵有主动通报讲伊捌有症状，经过采检了后确诊。因为他有过敏性鼻炎，自以为大概是跟过敏性鼻炎有关。那另外就是他先前的症状也在14天前哦，所以他就没有通报。注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实施1个月，到11月初4为止，全台湾已经注488万3千剂，有注的比率超过8成。不过幼囡仔注的比率较低，目前3岁以下注的比率是23%，3岁至6岁阁较低，敢若有9.5%，尤其是6岁以下，头一届注的差不多有56万人。到今敢若有9万9千人有注，也阁有46万1千个幼囡仔，前到今也毋捌注过流感疫苗。有几种策略，一个是比如说幼儿园这边的一个接种啊，就是到幼儿园里面去接种。另外可能要定一个这个，比如说每个礼拜有个接种日啊。指挥中心强调讲，为着避免秋冬流感，也阁有新冠肺炎相同的打击，已经甲各县市卫生局沟通，会加强幼囡仔注疫苗的比率，亲像直接派人去幼稚园斗注，或者是每礼拜定一天注疫苗的日子，阁有加传一寡疫苗去儿科的诊所等等的方式，希望当提升幼囡仔注疫苗的比率到5%。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旅游公司号做易游网，今仔日起互亚讲，因有中国资金的背景，甚至佫摕到代替的环岛之星观光列车的经营权。不过，易游网表示，摕到经营权的方式拢是合法的，经济部也讲会进行调查。
昆丁订包大小塞陆济，去南投澳万台看饭啊休队团一日游，上加嘛干那需要1,400块，而且佮独家协助铁路局营运代替邮轮式列车的旅游市场。这是国内旅游业者易游网所推出来各种旅游行程，互真侪民众拢真介意。毋过经济民主联合再去召开记者会，这个易游网是违法中资投资的。易游网公司呢，总共有5席董事，其中呢，这个Trip.com 好，西城网直接投资的 C Travel 共有2席，好，其中1席呢，孙杰他也是西城网的董事。西城网伫咧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资料会当知影讲，这间公司的9位董事全部拢是中国人，其中2个人是中国的现任政委。2017年年度报告当中，佮讲到易游网是 Trip.com 公司设伫咧台湾的子公司。经济民主联合认为讲，中资西城网控制易游网公司是真确定。Travel 这个公司呢，它是外资公司哦，那这是经过投审会的同意才进来的哦。所以我看到他也在记者会的资料里面提到说，他要求要去请经济部还是台铁局说明。我想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规范之内。面对外界质疑易游网其实是中资违法透过第三地海外公司来投资的代志，经济部投审会表示，迄当阵易游网是以外资来申请的，毋过即马有记录，而且有确定的证据，会立案调查，卖收集相关事证、股权结果，还有当干事的结果等等的资料，而且请易游网来进行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铁在今仔日发生2件意外，一个是台铁维修员去互高压电电吊对顶头摔落来，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治疗。另外一件是伫咧台南的后壁，有一台轿车因为塞车卡伫咧边高道，却因为未赴离开，自强号就对轿车的后斗撞落去，好佳就是无人受伤。自强号停伫铁基路车头破一空，另外一边边高道边的轿车车尾害了了。这是车5早起8点发生伫台南后边的铁基路事故，一台向北自强号弄伫卡伫边高道的轿车。本来都是绿灯，然后前面他可能在停红灯，他挡住我，然后我就停到那边，然后忽然栏杆就放下来。1、2号、2号经过，碰撞到他的后行李箱，造成后行李箱凹陷，还有那个自强号车头毁损。当时女驾驶看围拿绑落来，赶紧离开车，无造成伤亡。毋过事故也是互自强号经过51分钟，影响到列车差不多1760名旅客。女驾驶无保持并高道健康，以公共危险罪函上以外，佮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一定要保持安全净空，前车驶离平交道，然后有一定安全距离，后面的车才可以再跟上。台铁表示，等铁路警察调查报告出来了后，会依法求偿营业设备甲抢救者损失。毋过，台铁车5发生的意外不止一件，这员工被紧急送去病院救治。透早饭点52分，民众通报，一名台铁员工伫嘉义市国华街滨高道附近维修，意外被高压电电吊。一名施工工人那疑似遭受高压电所击伤那从高处摔落地面，那他的背部及双手双脚均有大概80%的烧烫伤的面积那所幸意识清楚。受伤的台铁员工身体差不多有63%的指导小烫伤，目前伫加护病房治疗中。台铁接到通知了后，也正在调查意外发生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就要开放美国的猪肉入来咯。台北市议会伫初时就通过食安自治条例修正案，若准抓到有300种的猪肉，上悬会当罚到10万块。不过，人委会主委陈吉中却认为讲，敢若限制猪肉，也若有300种的美国牛肉，怎会无爱规范咧？郭本迪是袂堪正议员界说明，就骂讲哪有遐尼烂的农委会主委。台北市议会施政总质询第1天，民进党议员焦点放伫美国内地进口议题，论番批评台北市长郭文哲互动袂调，直接伫机场骂人。这是不管猪肉牛肉，你到底进台湾你是要怎么管理？从来没有讲过。你明年1月1号就要上路了，一个国家不是在1月1号要上路之前，2个月前整个地方政府都不晓得怎么处理的。
农委会已经开怎么有这么烂的农委会主委？马湾单结中国民体会也未消，表示美猪美牛开放基地唔是食安问题。2012年民进党瘫痪立法院几天，请去看看过去谁执政，我跟你讲，你买的谁执政谁就赞成，谁在谁就反对，多好笑。因为前一天台北市议会在国民党团人数优势之下通过食安自治条例修正案，那是检出来的研发6到10万。不过，杨文界认为国民党对国民党在行，可惜话批评台北市府要求传统市场爱源头管理，反倒引起大众不安。简书培阁提出历年统计数字，即期台北市府鸦片加查次数愈来愈少。民进党市员要求国民党加加中央沟通，对北市议会通过内底法则，但结中认为充满矛盾。以北市府的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为例，只规范猪，那没有规范到牛，那这个是属于食安的一个议题吗？所有相关提供美国牛肉的餐饮业，包括牛排馆、牛肉面，那这个后续怎么经营？我想这个有充满了许多互相的这个矛盾。陈吉仲表示，甲美猪比台湾一年食的量比美国较低，而且美国差不多拢使用莱克多巴胺，强调也是互消费者清楚知影产地来源。台北市府应对内地进口的作为，官体表示会发文予行政要求源头管理，标示清楚流程图甲修正相关含量标准，也有增加特殊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反冷，柑仔也特别大出啦。有一寡所在柑仔却因为无水通好压，果子开始直咧闭。苗栗县政府表示，若总有达到天然灾害补助办法的规定，就会向农粮署来申请补助。果子园看起来就特别大丰收，毋过农民是愈看愈毋甘，因为欠水灌溉，四季拢是8个甲6个。你喷水吃太少，它下起来就裂掉。凊彩捡起来看，毋是闭开，就是一半拢烂去。就算讲留伫树仔顶，嘛有真侪有闭过的状况。这是台中当时的民政里，嘛是台中上大的木果柑的生产区。毋过最近欠水真严重，佮加上采用轮流灌溉，所以嘛好闭过的状况就变更较严重。缺水缺太久了，它当然一下子看到水，它就马上吃，果肉就会因此而成长的速度会比这个橘子的外皮更快，所以都会造成它的裂果。因为我们的果园在下游嘛，你是轮流灌溉的话，我们抢不到水啊。农民表示，因为几啊个月无落雨，当地采用轮流灌溉，一个周期干那4天，毋若抢水真严重，嘛互靠灌溉资源的农民真歹管理。用过的损害率超低1成至2成，今年是提高到3、4成，希望讲会当申请灾害补助。要一开始通报都是地方干，它的种植面积要达到5%嘛，你损害率要达到20%，这是一个规定了，旱害它缺水所造成的，这个部分就会报给农粮署。包括苗栗县的倒兰甲大湖，还有台中的东势等等，拢小连续出现灾情。苗栗县农业处表示，目前会等各公所统计，通报农粮署来进行天然灾害补助。农民表示，虽然今年的绩效会小可起，毋过收成状况无好，有可能去影响到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小眼镜继续来关心到美国的选情。今年的美国大选要改选参议院100席当中的35席，以及到众议院全部435席。这回民主党有机会搁再争做众议院的大党，不过今年席数有减少过，要拼过半恐惊是有困难。另外，也有2位多元性别民众选调州议会议员，而且这回也出现一位有史以来上届少年的联邦众议员，只有25岁。美国总统大选开票的结果也未出来，下星别的族群小连续传出好消息。30岁麦布莱德伫德拉瓦州参议会第一选区摕到胜利，成做德拉瓦州头一个，也就是全国头一个公开身份下星别州参议会议员。I've known throughout my life that my neighbors are fair-minded people who look at candidates based on their ideas and their experience, not on their identity. I think that's been proven once again in麦布莱德的选区，长期是由民主党执政。伊即届挑战从1976年开始，长期做州参议员的麦道威尔退休了后的亏，竞选活动伫下省别款受到大家关心。10月初募款的金额已经超过27万的美金。另外，新英格兰区佛蒙特州嘛选出26岁下省别者史莫尔，成做这个州头一个下省别的州长议会议员。若是加上新考的这2个，全美国会有6个公开身份的下省别州议员。
也若新墨西哥州嘛改写历史，3个联邦众议员的当选人，拢是有色人种的女性，有连任的原住民女议员哈兰德甲赫瑞尔，也佫有拉丁裔费南德兹。另外，右翼保守派乔治亚州的共和党籍小企业主格林，伫民主党籍对手退选了后，是轻松当选众议员。伊捌公开表达支持极右派阴谋论组织，较名者 Q 不实的主张。伊讲相信川普当伫对抗一定民主党联动票，暗中操控国家的阴谋。毋过伫竞选的期间，相关的言论又讲了较少。4年前，纽约州民主党籍的欧加修寇蒂兹创下29岁当选众议员上少年的纪录。今年去互北卡罗来州25岁新疆的少年考松来突破。考松是强烈反对摕囡仔，甲坚持会当有钱的权利，也有主张强烈移民政策的保守派。伊做房地产的投资，因为发生车祸，身体有部分袂振动，嘛是鼓励大家演说家。伊几啊届发表挺白人至上、种族偏差的言论，引起袂少的争议。当选了后，伊第一条的铺文写讲，自由派做恁去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这个病毒袂因为伫咧选举就停止传播的，美国伫咧测试增加10万人以上的确诊病例，甚至住院的人数也是破纪录。另外来看英国伫测试染病死亡人数也达到492人，国会也通过伫英格兰地区要实行4礼拜封城禁令。美国总统选举也未结束，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愈来愈严重。当地测试统计新的确诊病例超过了10万人，搁一摆创下一天的新冠纪录。其中有包括堪萨斯、田纳西、维吉尼亚等17个州，通报住院治疗人数拢创下新高。这嘛，互美国的累计确诊人数达到952万人，死亡是23万3000人。北京新冠病毒工作组的专员戴布拉医生预估，这一礼拜逐天有可能拢增加超过10万例病例，呼吁民众爱挂嘴暗，避免聚会，甲保持社交距离。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柯林斯嘛认为，挂嘴暗会当挽救上济到13万人的性命。镜头射去欧洲国家英国，因为当地测试的一天感染死亡人数达到492个人，创下了第一波疫情5月19以来一天上悬的死亡人数。互英国国会用516票比39票的比数，通过要伫英格兰地区实施封城4礼拜禁令。I think it's a terrible thing. I'm very sad. I'm not completely convinced that by shutting the pubs, it's going to suddenly bring down the R rate. 英国会为当地初5饭店开始实施居家禁令，到12月7日为止，所有酒吧、健身房甲毋是必要商店拢爱关起来。测试的青叶真侪民众趁到最后期限出来耍，互远景一直伫街仔路巡逻，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同款伫意大利，当局嘛宣布要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会照传染的风险程度，甲国内分做3个区域。疫情上严重的红区，包括博物馆甲展览馆会关起来，而且各路限制大众交通工具的载客量降做50%，以及限制民众来往红区实施宵禁这措施，避免增加同情家和病房的负担。记者陈世东整理报道。奥地利的缅伫车日发生恐怖攻击，是一位20多岁凶手带头甲民众乱开枪，造成4个人死亡，22人受伤。为要再防止到恐怖攻击的发生，欧洲各国也提高警戒。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有人举穿乌白单，造成4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当场起红大事的嫌犯是20岁的费伊祖莱，有奥地利甲北马其顿2个国籍。若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支持者，英国嘛捌因为恐怖分子的罪名去互判刑。Es gab zahlreiche Hausdurchsuchungen und 14 Personen wurden festgenommen. Ich kann Ihnen jetzt auch mehr Details zu den Festgenommenen bekannt geben. Sie sind zwischen 18 und 28 Jahre alt, haben alle Migrationshintergrund und sind teilweise auch nicht österreichische Staatsbürger. 警方研判。犯案的手路是几啊件一个人去犯案攻击的方式，并毋是组织派的。不过为着慎重起见，警察重新登去嫌犯引导敲找，也若厝边是无法度想象，进前捌甲嫌犯伫咧同一个空间生活过。Also ich kenne ihn nicht wirklich. Ich habe ihn auch nur einmal ganz kurz gesehen, aber er war so ein ganz netter Mensch. Er war zwar ein bisschen laut mit dem Herumtrampeln, aber so war eigentlich ein ganz freundlicher Mensch. 德国媒体指出，10月份先是德国甲法国出代志，即嘛煞换奥地利。也若犯案的人背景甲手路真相共，互人怀疑讲，敢会是伊斯兰国偷偷要中山再起。针对这点，英国嘛宣布会调整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的等级。JTAC has changed the threat level across the United Kingdom from terrorism from substantial to severe. The British public should be alert but not alarmed.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following the terrible incidences that we've seen in France last week and the events that we saw in Austria last night. 政府赶紧采取预防的措施，后边其他的国家亲像意大利，嘛呼吁爱入后边版本爱国者的法案来打击恐怖主义，期待团结的力量会当对抗极端的组织。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大学发生马来西亚的查某学生去互碎尸案件，也逼出警察食案的歹代，甚至伫家己也有大学的查某学生去互偷袭，向警方报案，警察说把责任推予学校，爱学校来处理，而且偷袭嫌犯是愈来愈猖狂，唔哪阁甲别人偷袭，甚至用话甲人骗数，到底爱安怎做？警方恐惊爱互民众一个交代。嘉义一间大学有女学生5月伫学校图书馆被人偷袭大腿，当初除了通报学校要报案，结果警方说讲爱由学校报警，叫伊登去等性平会，也无开3连单互伊，结果10月9发生偷袭事件，而且嫌犯竟然是同一个人，互伊去甲表示警方甲学校根本无重视，也无处理案件。然后这个是涉及到那个妨害秘密罪，然后有分非公开还有公开的。他说：“可是你们是发生在学校，所以是要学校来处理的。”他回学校问之后，那个社工人员跟他讲说：“没有，警政系统跟消防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是我们要报案的话是可以的。”这个案子我们事实上也马上有做处理，而且调查结束之后，委员认为他还有一个可以再教育的这样精神，希望他要接受就是所谓的性教育，还有给他一个记过的处分。学校澄清进前案件有处罚，即摆也做性平调查佮处罚。学生听到消息除了惊，也认为安尼行为已经影响学校名声。稍微就可能要结伴同行。分局回应调查发现案件有照性平法办理，由学校以性平会处理。不过派出所确实无报分局，也无伫附有系统登录，造成被害者记录。分局会检讨，也对这摆案件主动调查。本局将请吕大生至本局了解详细案情，并主动传讯该男大生，如情节确有违反现行刑事法令，本局将主动调查，并函请地检署侦办。分局表示，为免读民众记录，未来受理报案拢会开3连单，避免误解。家己县警局针对原警无依照规定受理案件，做出上新的处罚。迄个时阵的民雄分局长是有方记过一摆，迄时阵的派出所所长甲受理原警先改调一处分。记者综合报道。体育署伫顶个月底有甲指挥中心讨论，讲咱的体育选手若对国外比赛回来，敢着爱照规矩居家检疫14天内，因为体育选手上届讲2礼拜无练习，规下清所去。体育选手的检疫方案上办伫后礼拜就会公布详细做法。羽球世界球后地主兴3月中伫全英公开赛摕到冠军，等下台湾居家检疫，家己后生家己逐工困在中昼无练习正常者，检疫期满5星，防守也变1星。国际赛事陆续复办，选手烦恼拒检14天，若要进国训中心，爱阁自主管理7天，21天无练习造成影响，所以体育署向指挥中心提案，基本上拒检场所甲训练场，不管是毋是同一个所在，经过地方卫生单位检查了后，等执行。同意之后，未来我们所有的培训队回国之后，就不用再报到 CDC， 就把我们所规划的项目是属于方案1、方案2、方案3那个所属的县市政府的卫生单位。羽球一哥周天成进前出征丹麦公开赛，目前伫华联检疫兼训练。18岁新蝶王王冠宏回国，也遭赴游泳池民宿一直训练。不过按目前规定，爱个案登报指挥中心经过核准才实行。体育署只希望简化行政流程。另外选手若想要出国移训或者是比赛，还是要上诉审查。最近空手道国手温祖云想要去赛会亚训练都被拒绝。集中的训练而已，他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他要去37天，你37天是很强度很高的一个训练，回来你还有半年，最主要还是在后面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冒这个险，如果回来之后没有办法练习，这是损失非常大的。体育署指出，审查时也是以争取东京奥运资格、奥运积分或者是世界排名积分优先考虑。假使只是训练无比赛，也是无建议出国。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卖予这个太阳能板发电起在农地顶头，农委会有修法以外，政府也针对着生态环保经济区做规定。高山市国旗讲有分整的生态经济区，由保育团体领用土地，也禁止去太阳能发电。为2019年开始，政府就一直释出国有地，提供予业者设太阳能光电设施。这几年小连续招标，甲厂商拍契约。不过最近传出伫台南市将军区一个盐地，原本已经通过第1阶段的审查，就等国产署核发土地开发。不过生态保育团体反映讲，附近袂少土地其实是野鸟真重要生活的所在。国产署顶日才召开下部会的会议，要求决议撤销这个案件，引起太阳能光电业者的不满。这些都应该先确定过，否则这样子让我们业者进去标下来后，再说不准啊，再收回啊。目前国有的土地申请安太阳光电设备有4种方式。第一，会当透过标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件，差不多19.4公顷有租出去。第二，会当透过委托改良利用，这类的土地差不多是190公顷。第三，还有委托经营，国产署委托台电经营特定的光电场所，提供205公顷的国有地。第四，申请开发案，光电业者会当家己找开放的国有地，向国产署申请使用。目前拢总有149件，面积达到2463公顷。不过有袂少申请的案件，需要国产署查清楚敢有符合使用的规范。那如果发现说它是个环境要去保育，甚至野鸟栖息的，我们大概都会把它先筛选掉。因为生态保育团体主张讲，嘉义甲台南的国有盐业用地，其实是野鸟生活的所在，不适合按太阳光电设备使用。因为安尼，国产署嘛决议，甲七股甲将军盐田迄卡岛来做高生态争议的地区，禁止业者起太阳能发电设备。评委的候鸟他们在这边度冬，在行政院的相关的光电政策会议中，其实已经把它被列为高争议生态区。太阳光电产业协会认为讲，建立太阳光电设备的限制是愈来愈侪，呼吁政府应该要甲规则讲好清楚，才袂互业者钱拢来了后摕袂转来。不过，国有财产署规划讲，要起太阳光电设备需要2阶段的审查，只要土地也未核发互业者进前，拢无准算，所以并无政策改来改去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9月底启用的嘉义布袋新温扣水池供电系统，是目前台湾上界大型的水面供电系统。而且这厂商是伫咧去年寒天施工，供电板甲水面嵌甲目睭睭，影响到大鸟来过冬。最近有生态业名师发现讲，本地伫南平区的大鸟，即马是拢看无啊。无共款的鸟啊，拢常常伫无论顶面休困。也毋过有观察生态猎物师发现，原本应该爱出现的大鸟，即马煞无去，认为应该是去予太阳能光电板影响到。水鸭可能会因为地形被破坏，为了它们的生存空间呢。那现在因为滞洪池呢，全部为光电板，尤其是在南面，那现在要看到水鸭的机会几乎很少。嘉义县布袋新温的扣水池总共86公顷。其中62公顷是伫太阳能光电板，是台湾目前上大的水面式光电场。针对新温扣水池大鸟减少的问题，县政府嘛表示，已经有请人调查，会详细注意这的情况。那目前就我们的了解，影响还没有很大，也没有说产生所谓的这些状况，因为这些资料都还要持续做一些收集跟观察，才能对未来我们整个生态保育做一些评断。这个扣水池去年寒天施工的时阵，一开始无闪开大鸟来台湾的时间，后来必须停工等大鸟离开。嘉义县生态保育协会表示，无法度确定大鸟减少是毋是因为施工去互惊到，也毋过会使确定扣水池的空间减少，确实会比大鸟搁去找别位休。那他们栖地被压缩之后，回到主栖地来以后，要再分散到其他的湿地，因为已经变小了。那变小了，可能对他们影响就会比较大一点。那我觉得长期来看，会有不利的影响。一寡相鸟人士咧讲，有真侪尖仔类的大鸟会伫咧新温扣水池遮休冬，上侪1个月有千外只，后个月是这个扣水池来上侪大鸟的时期，到时阵就知影实际的状况。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
新竹地检署侦办新竹淮山的沙石场业者，这块业者利用有牌公司来做非法的代志，甲别人收废弃物处理费，说甲物件乱拼，甚至是徛伫溪仔边，也造成重金属的水源污染。细酒的业者3人目前已经是收押禁见。用卡图机恶开来收集违法带坑的证据。去年底，新竹地检署接到证据，讲新竹淮山西洲的沙石场业者以合法来暗砍非法，明明是沙石场，所讲会当处理各种废弃物，伫咧收证券的处理费了后，甲废弃物等伫咧沙石场内底，或者是附近的私有地，将各种废弃物深埋或弃置在自己土地或邻近他人的私有地，或是国有地，或是尤罗溪行水区的河川地上，且在面积达5000平方公尺。检警造成专案小组来追查，发现废弃物当中有高污染的有害事业废弃物，甚至是无机性的垃圾土。发现非法等伫咧游乐溪行水区顶悬，垃圾土流入溪仔内底，变作黄土，污染灌溉水道。任意弃置有害事业废弃物、铜玻纤维污泥的行为。甚至将砂石场内的无机性污泥非法弃置在尤罗溪河川地上，形成黄泥，进而污染附近的水源。检警查查，甲细酒的主嫌甲姓王姓牛的共犯，来做违反废弃物清理法，且暂定罪来起诉。其中就有2人下押核准，姓牛的嫌犯会当用10万块交保候团。检方强调讲，针对环保加抓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会深入调查，来回应民众对环保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有5间国小响应巨鹅救命活动，2礼拜内募到大约是1000箱的巨鹅52地物资。就校长表示讲，爱用机会教育这寡囡仔，爱学习分享，捐出去的物件毋是无爱滴，是甲物件分享给别人。仓库内底物件囤甲天棚，推动巨鹅救命。关物资到非洲的民间团体表示，顶礼拜5只公告新一波募集物资行动，短短几天就收到几啊千件，也有不少人亲身送过来。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一点可能过得太好，然后对啊，然后看到他们没鞋子，就觉得还是要把一些东西捐出来。响应一个台北市汀州路附近5间学校，2礼拜内募到1000箱鞋仔、52地物资。发起的江苏中学表示，这摆募集数量超过5期，由国小校长认为这是真好的机会教育。不是把他不要的给别人，而是把他觉得有用的，然后他也觉得很好的，那拿去送给别人，然后让这个物资得到最大的利用。民间团体长期推动送巨鹅到肯亚，指出当地真侪人因为山车买不起鹅仔，被山草为脚芳送出去，致使感染败坏，严重爱窒息甚至死亡，所以爱请鹅仔保命。我们服务的偏乡大概也都是有好几百万人的一个常态性的一个需求，因为那边是生长在所谓的联合国定义的赤贫，每天的收入是在2块美金以下。民间团体伫肯亚这非洲国家拍拼，表示当地问题当然唔是和鹅仔，关键物资都应解决，所以因进一步推动乌井办学校农业合作这计划。这全面性的发展工作，也需要更较侪人共同来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做皮膏戏有真功夫，英国要坐戏箱，戏箱就是戏的意思啦。进皮膏戏也进入学校内面做传承，伫咧训练导人的电工国小，有请讲师来教囡仔搬皮膏戏。皮影戏嘛叫做皮戏、皮膏戏，民间相传皮影戏是300年前为中国潮州传过来的，伫台湾南部是发展甲真兴。有一个称谓叫做中国最古老的电影，它不像布袋戏可以往后面伸展，但是也是因为它有相关性，所以容易聚集更多的眼光跟专注。不过经过时代演变，皮影戏就甲歌戏、布袋戏、咖喱戏同款，渐渐衰微，即马就开始行入校园，让他们能够展现自信，也学习很多古今中外的一些
故事、民间的传奇。伫咧婚林斗南的中共国小配影戏团，若是希望学生会当传承配影戏的功夫，嘛毋望透过做戏，互囡仔认捌传奇故事，也培养合作的精神。本来还不会抄偶，也背台词也很烂，但是之后老师开始教我怎么抄偶，怎么转身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团队合作，只要有一个人没合作，我能保证你这个戏一定不好看。一个传统戏剧因为即马庙埕减少，无舞台通演出，也因为科技进步，无因过遐济观众支持。毋过，遮个做戏人有愿继续拍拼，转换路线，要互传统戏剧重新搁伫现代人的记忆当中定睛生炭。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位独居的陈宝珠阿嬷，因过是歌戏演员，普通时去关怀这位阿嬷的老人基金会知影了后，就专工邀请在地歌戏社来陪阿嬷做伙唱歌戏，也达成阿嬷的心愿。人讲一声饮狗仔，无声毋免来。一开喙就唱出歌味的宝珠阿嬷，伫较早是轰动内台时代歌戏演员。当地基金会知影宝珠阿嬷平常时拢一个人大，也真想要去做歌戏，就邀请台中在地歌戏社团精彩歌戏社来陪伴阿嬷。那如果我们基金会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会帮他连接相关的团体或资源呢，来帮他完成，有点像是圆梦。所以也许这个歌仔戏的奶奶呢，未来我们也有可能让她到某个地方做个表演。宝珠阿嬷有满满的好才华，不管是讲戏也是做歌韵，拢真有北来。宝珠阿嬷也怀念因过做演员真请影的光景。精彩歌戏社特别甲阿嬷西装打扮，甲阿嬷扮做因过上高做的戏出，三匹英台内面的祝英台。其实我们平常就在养老院义演。那一些老年人其实人的必经过程，一到老的时候，就像他这样是独居啊，或者是儿女不在身边啊，真的是很寂寞、很孤寂啊。但是说，可以去陪他们聊聊天。互恁大家真多谢，来遮安尼直直甲我人，互我心肝清，足欢喜的。来探访的基金会成员也讲，独居的时代，毋但是需要物主的赞助，更加需要陪伴。也因为有众人的关心，伫年老的生活会当活甲更加快乐，也更加有尊严。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弄大楼，一定想到闹热的庙会。不过，伫彰化的台基文创意园区，最近有引进一套 Formosa 之音的灯笼，一寡灯笼大大细细，音阶也悬悬低低。伊也利用灯笼演奏台湾民谣，希望把武器还有文化全部捡倒转来。不过，介有雅气的铜锣声响起，你敢有听出来？这条是台语的经典乐曲《望春风》。计共25面的锣，虽讲百姓看起来变高，不过逐面都拢符合国际标准的悬低音，唔但会使独奏，也会使合奏。老师讲，这个灯笼有2个8度，12个半音，半音阶就是伊上大的特色。含钢琴无共，钢琴的半音是摆伫顶悬啦，因为这个茶的悬的、调的悬的，所以呢，哆升哆再来瑞升瑞咪发半音升发底底再来嗦再升嗦，再来拉升拉。西多。今年8月份，台基文创意园区引进吴宗林老师所设计的灯笼，甲因放伫咧多功能馆，希望社有兴趣的民众进入音乐的世界，用台语学弄锣。逐礼拜日透早，园区的志工也会踮遮练习，未来打算结合合唱团和钢琴，伫咧园区演奏台语歌。因为我本身对音乐有趣味啊，其实委员创立这个园区的目的吼，伊除了想要推广这个咱的母语台语啦吼，要发展咱的台语啦吼，其实伊佫有另外一个足大的目的，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咱这个社会是富有孝利的社会啊。
负责经营这个台湾唯一的台语文创意园区，前中华馆长也是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讲，园区成立到达2年半，平均每个月拢有3-4千人来遮行踏，虽望一年会办20-30场的活动，不过伊认为要推展母语路，也阁需要侪人的觉醒。你敢若知影去学外国的物，结果家己的价值本质无去，迄是足危险的代志。有发展法，足侪人也阁无了解，所以迄个整个意识的觉醒，就是讲对家己本土的语言文化的这个价值的重视、的觉醒的要紧，这是一步，阮应该足认真去推的。为着要经营了更较久长，园区也有一半的范围即阵当伫咧整修。就像也期待未来园区会使整合台语的教育、文化和民间企业，互这条母语路愈行愈开阔。记者阿敏真张玉水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0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9度到29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在同一时间咱再会。